中营航勤的员工伫劳动部抗议，表示讲因工会理事拢是顶事，而且呢已经连续3档拢无开会员大会，互因是无法度来接受。针对这个问题，劳动部是回应讲，这中营航勤就爱来维护员工的权益，若无就会由桃园市政府出面来指定申请人来开会。 中营航勤基层员工拜告，将因对中营航勤工会抗议的定情书交予劳动部。抗议员工表示，工会各位理事代表拢是高站主管，拢咧替头家维护权益。基层员工表示，工会已经3年毋捌开过会员大会，而且大概拢伫会期拄开始就家己宣布留会，互员工感觉无法度接受。是利用留会的方式，让我们很难去决定很多事情，跟很多干部 的罢免，因为毕竟干部也被我们发现资方的，那我们就希望可以罢免进行重选。没有去我们这些基层员工发声除外，还在工会粉丝专业骂我们这些替基层劳工争取权益的基层员工。 抗议员工表示，为着要改善中营航勤工会的权益问题，影响桃园市政府劳动局定情真侪届。不过，基层员工认为桃园市政府无积极解决工会问题，而且更把问题撒予劳动部。今天特雷来劳动部要有一个答案，说，陶师傅说是劳动部不行，那请劳动部直接说明。之后还是持续的留会，那综合判断之后，那工会的确没有办法来召开这个会议。 那劳动局这边可以来指定申请人来召集会议。对此，劳动部回应桃园市政府劳动局，若是中营航勤工会继续留会，无注重员工的权益问题，劳动局会当直接指定申请人员来调开会期，应付中营航勤基层员工基本的权益问题。记者伫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。